隨住全球化，跨國公司越嚟越普遍。以下將簡介針對跨國公司嘅 CFC 概念。乜嘢係受控外國公司 CFC？ 受控外國公司 CFC 全寫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係指一個外國公司，其中超過50%嘅表決權或者價值由某一國家嘅居民持有。而 CFC 規則只喺確保呢啲外國子公司所賺取嘅收入喺母公司所在國接受徵稅，即使呢啲收入尚未匯回母公司所在國。主要目標係防止納稅人通過外國子公司將收入轉移到低稅或者無稅司法管轄區，以達到避稅嘅目的。呢啲規則只喺確保跨國公司喺其實際運營嘅地區繳納公平嘅稅款，從而減少稅基侵蝕同利潤轉移。CFC 規則通常要求母公司將 CFC 嘅一部分收入納入其應稅收入，即使呢啲收入尚未匯回。呢種做法係為咗中和將收入延期喺低稅司法管轄區嘅稅務優惠。CFC 規則經常針對特定類型嘅收入，例如被動收入，如股息、利息、版稅，同與關聯邦交易嘅收入。呢啲收入類型更有可能被用於避稅。全球實施，許多國家已經將 CFC 規則納入其稅收制度，包括美國、英國同多個歐盟成員國。具體嘅規則同要求喺唔同司法管轄區之間可能會有顯著差異，而喺香港則未有實施 CFC。如有興趣了解更多，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士奇。